过来看交通问题，环岛的铁路电气化最后一里路屏东枋寮到台东这个基本段正式通车，为23开始代替的调整这个时刻表，后改高雄到台东会使省差不多27分钟，去花莲上少会使省39分钟，和等于高雄啦、关公的路搁较里边。这个南回铁路沿路呢？风景有够水，日头阁真温暖，有未少乡亲呢受尽要坐头一班车。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长苏贞昌甲交通部长林佳龙等人嘛出席通车典礼，向这克服困难时间的英雄致敬。2、1，请触摸启动水晶球。这摆启动向顶环岛铁路电气化，上尾一段路总算接起来。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、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来参加通车典礼。有了铁路电气化，所有的列车都可以直接往来在台东、屏东之间，还可以缩短车程超过半个小时，也让更多的国内外的旅客能够来亲近我们的东台湾。来试坐一段窗外美景、温暖的日头，互蔡总统近近看。屏东到台东的第一班列车全部拢是人，未少的民众抢要来体验，各有规社区做回来佚佗。这些长辈几乎因为年纪有比较没有在搭这种快车，带他们出来体验一下。我觉得宜兰其实铁路完全不会输给去坐高铁哦。对，那现在会更快更快。南回铁路主要挖山嘛挖海，空隙画面翕到全新的电列车伫美丽的风景边啊，真显目。代替全新的班表会伫23号公布，一直到1月3号，经过南回线的列车拢有优惠的方案，买全票、囡仔的票只要半价，互旅客出门佚佗有更较侪选择。